下客文填名，我无讲化疗，文理文分，苗栗县客家人。國中鐵教教師本影片係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語音研發中心試驗強語音合成。今晡日上課嘅時節，2年生嘅學生嘅小時時嘅行業教室，我發覺技術項確定東西，故所問佢唔做乜嘅暗聽，也數項確定乜嘅係唔係同嘅愛搶先上色，學生嘅講。無啦，唔係啦，你係我猜錯譜集嘅無色稿子，我唔知假名嘅，唔講那個講唔會偷日。我識過你正經當好事，故所集來搶先生，未來知識看哪。唔正經係多簡單打傾掉，唔驚死，唔知乜嘅稿子就拿來落載，我錯驚老學生嘅講。我實實對家屬心念一粒來看詳細，哈哈，原來係當久無看到嘅烏鳥字，我同學生嘅講，也係烏鳥字，係烏鳥錯嘅稿字，頭擺撞下有當到人為咋假一筆來準菜式。而咩係一個當好嘅藥草，食起來苦甘清涼又退火。唔過，也烏鳥草上色係有托先呢，食家下天錯愛煮過爭做得，唔管係用滾水燒過鹽地位麻油同頭油，也係拿來換排骨湯煲豬肉做，仲下係本人難忘嘅美食呢。烏鳥子熟嘅會對搶轉烏。做得出接雜下，是唔會搖拖，佢係頭擺4年嘅前後嘅冷達，唔過寒細嘅時節，我沙實因為是烏鳥子本南美接發到今南美，還係3本意思會拿2件事情來講。今年我唔識，有一擺聽阿妹轉去苗栗做下嘅片嘅阿婆無卡了。我同數百老太走去我背面嘅水餃船角，嘅搭尾上有當到烏鳥草，我兩沙頭嘅雜嘅烏鳥子來洗。日頭淺嘅轉辣，我到真愛轉屋嘅時節，阿妹啲後面門同我攔下來。佢問：阿雲，唔要偷雜烏鳥子什麼？我看到阿妹面白白的上手眼睇，像現愛發鉗樣嘅，我嚴時就講：冇，我真冇事啊。佢嫌我再白開來比看，萬人見我再一白開來，阿妹就像火燒竹筒。這包，原來係牙山麻蛋烘掉有烏鳥子嘅石榴餡嚟。阿妹嫌我發開我唔嫌，佢就把裝麻湯啊過來，我自己再個甜點種到哥哥，兩個屁碰嘅，像做太水樣嘅下點出。阿妹錯太強，實中過來let得我眼皮公子血，我頭那默默看定阿妹，佢目則含定講：阿妹，我係見唔識烏鳥子，我係見唔冇腦識。講化了，唔好按晒。魯迅嘅烏鳥草無聽錯本人食過農藥，係講唔到何食到農藥讓格食。我妹目則含定恩，後我下一擺絕對唔會過講化了呢。對嘅擺過後，我一出記係阿妹嘅教招，做唔得講化了。故所我從細到大一出就係當談拍嘅人，見擺係講有可能會講化了嘅樣式，我腦角度嚴時就會付出食烏鳥子本阿妹接發嘅事。唔過，因為讀到幾擺事情過後，我不將我意思同阿妹講化了嘅。有一擺我嘅腦背順去過做忙食飯，拄好接到阿妹嘅電話。佢問我是幫忙，我老實同阿妹講，喊人喊到冇背走學校，喊人喊到冇背走學校。阿妹就嚴時念，
就是見過吊地藝韓盲失豬，又有一擺藝去平湖教學，按補頭接到阿妹嘅電話，佢問藝幾耐。藝又老實講，來平湖教學，過2日就轉去嚟，忙啲阿妹太上嗎？就按言做嘛嘅，錯比佢按危險，係唔拄好跌下來讓佢食。阿妹就按樣心焦煩躁，無睡無，實到藝2日轉台灣機張正常。故說為到冇本老阿妹受理煩惱，藝一賣食就是老阿妹講，藝食飽嚟，藝啲屋卡無出去，藝頭路當順勢。實施非轉現實，藝老學生嘅咋來嘅烏牛子進入再度，天天嘅超定強強嘅鹹定。計算減嘅密師有日後連頭心度面阿妹，藝有識烏牛子，藝冇講法了。神蒙太七家嘅書刊本樣片係講客按神氣，檢討製作，感謝大下各單位語音合成聽書，客理會語音資料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語音研發中心。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文創內台灣客語翻譯內統。神蒙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